馬太福音21章，佢哋行回到耶路撒冷，到伯法其，在橄欖山，耶穌喊兩個學生先行，吩咐佢哋講：你哋去頭前嘅村莊，你哋嚴時會看到一隻梨嘅，老一隻細梨嘅土牆下，將佢哋解開，牽來本涯。那係有人對你哋講乜嘅，就老佢講。主愛用佢哋，既然嚴時會准你哋牽來。這件事係愛實現上帝所講嘅，係老錫安山嘅子女講。看啊，你哋嘅君王來咧，佢請謙卑佢哋梨嘅來，佢哋一條細梨嘅。兩個學生就照耶穌嘅話去做，佢哋將梨嘅老細梨嘅牽來。將自己嘅衫搭在佢哋嘅背囊當，耶穌就騎上去，一大群人將自己嘅衫鋪在路上，也遇到人斬下樹枝拿來鋪在路上。頭前行路後背停嘅人群，大聲喊講：和散那，上讚歸本大衛嘅子孫，願上帝賜福本嘅奉主名來嘅，和散那。上讚歸本至高嘅上帝。耶穌入耶路撒冷嘅時，全城就踩起來。有人問講：這個人到底係乜人？眾人按講：佢係加利利神拿撒勒嘅先知耶穌。耶穌入去升天，將所有在升天度做生意嘅人約出去，佢送往完全嘅人嘅作嘅老買一甲嘅人嘅等咧，對佢哋講：聖經記載上帝嘅話講，我嘅升天愛做祈禱嘅天，你哋撒將佢變作赤道。有某某嘅老白腳嘅來升天度傳耶穌，佢就以後佢哋。就是長老見學教士看到耶穌所行嘅神蹟，又聽到聖言嘅在升天度喊講：和散那，上讚歸本大衛嘅子孫。就今天，佢哋問耶穌講：你聽到佢哋喊乜嘅麼？耶穌按講：我當然有聽到，聖經講。你是聖言的老俄愛發出微妙嘅上讚，這句話，咁講你哋冇讀過係麼？佢就離開佢哋，出城去伯大尼，在隔壁個夜。天一日大早，在轉山嘅路上，耶穌拄佢看到路上有一條無花果樹，就行前去，總係尋唔到乜嘅，只有一白。佢就對嗰條樹嚟講：你永遠唔會再結果子嚟。嗰條無花果樹岩石就糟蹋。學生看到呢個情形，感覺真奇怪。佢就問講：呢條無花果樹樣辦會岩石糟蹋啦？耶穌按講：我實在老你哋講，你哋那係有信心冇義負。我對兩條無花果樹所做嘅，你哋也做得到。唔但像一樣，你哋就係對兩座山講，曬開落海度去，也一定會實現。只要有信心，你哋祈禱所求嘅一切，全部會得到。耶穌入去升天，當告訴人嘅事，就是長老民間嘅長老來見佢，問講：你靠乜嘅權柄做呢條事？萬人本你呢權柄呢？耶穌按講：我先問你哋一句話，那係你哋回答我，我就老你哋講，我靠乜嘅權柄做呢條事？約翰行洗禮嘅權柄係對哪位來嘅？係對上帝，也係對人來嘅。佢哋就彼此爭論講：那係我哋講。對上帝來嘅，佢會講：哎呀，你都做乜嘅唔信約翰呢？那係我哋講，對人來嘅，恐怕眾人會對付我哋，因為佢哋隆重相信約翰係先知。
对安樣，佢哋按耶穌講，我哋唔知。耶穌對佢哋講，安樣，我也唔老你哋講，我靠乜嘅權柄做呢條事情。耶穌又講，你哋嘅意見樣辦？冇人有兩個拉爺，佢對大嘅拉爺講：拉爺啊，你今日去葡萄園做事。佢應講：我唔去，總係後來佢改變主意，就去。佢阿爸也對天意嘅拉爺講同樣嘅話，天意嘅拉爺應講：好，阿爸，我去。總係佢冇去。呢兩個拉爺到底哪個遵行阿爸嘅意思呢？佢哋按講，係大嘅拉耶。耶穌講，我實在老你哋講，水軍老基恩會比你哋先做上帝國嘅子民，因為施洗約翰來，佢指示你哋應當行嘅正路，你哋唔相信佢，總係水軍老基恩反轉心意，你哋看到後，還係冇改變心意，還係唔相信佢。耶穌又講，你哋再談另外一個比喻，有一個園主開一地葡萄園，周圍用籬笆圍頂，又在園中設一隻榨酒池，起一座樹芒台，然後將葡萄園租本天農，自家出外去旅行。收果子嘅時節未到嚟，佢派僕人去對嗰條天農收其應得嘅果子。嗰條天農扣定佢嗰條僕人，打上一個，刺死一個，又用石頭揼另外一個。園主又派其他嘅僕人去，人數比先前較多。嗰條天農照樣對付佢哋。最後，園主派自家嘅拉爺去，佢心肝上，最少佢哋未會遵從我嘅拉爺。總係嗰條天農看到假拉爺嘅事，彼此講：兩人係園主嘅繼承人，來呀！我哋刺死佢，來佔佢嘅產業。佢哋就扣定佢，將佢送出園外，刺死佢。按樣，葡萄園嘅主人來嘅時，佢會樣辦對付嗰條天農呢？佢哋按耶穌講，佢天會出書，咩踢嗰條壞人，將葡萄園拿外租本嗰條就是搞果子嘅天農。耶穌對佢哋講，聖經嘅話，你哋冇讀過希望，乃水師傅所發踢嘅兩地石頭，已經成咗天氣中最重要嘅，那係主嘅作為，係樣辦奇妙嘅事啊！耶穌又講，所以我老你哋講，上帝愛將佢嘅國對你哋中間搶走，書本嗰度為結果子嘅外邦人。萬人跌在倆石頭當，佢就會粉身碎骨；倆石頭跌落萬人嘅身上，也會將佢砸到綿綿。嗰條只是長老法利賽人聽到耶穌講呢條比喻，佢係自己條講嘅，就想去作佢，仲係佢條講眾人，因為眾人看耶穌係上帝。